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喜类嘅节目。哇，今晡日嘅医疗单元非常嘅从入讲嘅係嘛嘅讲係你人體地不度嘅繞啊，係咩大家講到繞是咪講講？係咩繞嘅係講好水去洗繞啊？到台灣當中談到當然都會去洗繞啊。今晡日知道大家嚟講，安樣嘅自信，用嚟保護，用嚟治療。嘅家咧分享，你見解裏邊係來自劑量衝降自然，你講繞而口嘅副主任清準儀先生，歡迎先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有一口嘅醫生陳俊儀，今日嗰份起來到福喜老爺爺節目同大家見面。哇，歡迎醫生，醫生而家客家話講得很好。哦，唔係佢話。而係南部人錯嘛，閩南，故鄉啲嘅閩南對不對？唔講你啲閩南只做到幼稚園而已。係啊，都幼稚園頭係都嚟台北咧。哈，但唔講你做咩客家話做你講到暗號，因為同阿公阿婆鄉下學習，你們都是用客家話交流。係啊，我阿公阿婆韓式都用客家話同我講，今日暗曉都講過年啊，都全部都嗌講客家話，變得我都強迫我都學客家話。我覺得很棒，你講大家有談到安陽嘅經歷，就會說就會有安陽人錯嘛，啊爸爸媽媽也係講客家話，全部都講客家話。希望就會客家話，希望就會因為可能有經歷過日治時期會。講日本話，對，哇，太棒了！所以今日請馮醫就會有醫生佢啲閩南字帶到幼稚園，唔過呀，你看佢嘅客家話講到暗號，而且語速還可以很快。今天很開心，做的有這種欣賞來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就是我們說腎臟。對，香港野味，因為鴉片事情哈，我覺得大家一般來講，我們的胃啊、我們的肝啊，我們個青少年會很專注來討論腎鴉片事情，今日偷偷同大家來講一下。一開始我要講的是，在台灣一般來講，我們很容易就會說，哎呀，台灣哈這個洗腎的年輕島，黑某就會講，有時候在媒體會講啊，台灣是一個洗腎王國。可大家可能唔知哦，其實台灣在腎臟的醫療其實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們會說，哎，我們醫療其實做得很好，我們講為什麼台灣洗腎的人口又會覺得很多，青島啊咁其實以台灣來講啦，我哋台灣吼慢性嘅藥醫病嘅發生率其實吼算高啦，算高其實平均都8年都有2年個慢性嘅藥醫病。啊，有真高。係，我哋其實算高嘅，唔過嘢其實我哋講，我哋8年冇發現一定是因為我哋台灣嘅個健保啦，我哋健保我哋做好啦，我哋對成人健檢啦，我哋嗰度我哋診所啊，因內攏有啦。其實嗰度年我哋嗰度都有發現藥醫病。一慢慢推白講，我哋台灣嗰邊外國國家，其實外國幾多國家有一片嘅申請嘛一定高，佢哋冇檢查佢哋唔啲啊。我哋台灣我哋去檢查出嚟，我哋馬上會同佢哋治療啊。啊，雖然講媒體攏咪講啊，我哋台灣係洗腎王國，應該其實嗬，嘛啊冇唔錯啦。我哋台灣嘅有一片嘅發生率係冇，目前唔係T1都係T2啦。啊，我哋洗腎嘅比例啊，如果我哋食藥醫嘅比例嗬，其實就全世界排名嘛，唔係T1都係T2啦。哦，唔過。頭前咧都係發生率高，都一定是唔好嘅國家，唔係哦。我哋台灣T1、T2係乜嘅國家嚟喎？美國咯，美國幾強啊，美國強啊，啊醫療嘛幾好啊，啊你見到乜發生率俾T2名啊？其實人講嘢同一啲國家嘅人講醫療嘅政策。如果睇關係，我哋對於台灣來講，我哋台灣嗬一旦講啊末期生病需要食藥嘅時間，我哋不管唔是食都市嘅啊食血，人講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亦所有嘅全部攏由我哋健保攏會推我哋出錢。所以講我哋遇到末期生病嘅時候，唔是像頭班你講煩惱，啊嗌食藥，嗌買藥，嗌買甜藥，我盼快食，因也冇安尼嘅煩惱嘅啦。我哋其實時間多嘅，真是冇盼快，逼不得已愛食嘅，國家把推出錢嚟食。嗰陣我哋台灣食藥嘅品質一定好，因為大家我哋醫生啊，佢根據我哋自己嘅專業嚟治療病人，病人唔是講啊愛食藥，愛食我買甜買藥，佢哋唔是煩惱一種嘅東西。嗰陣我哋病人佢可以好好嘅治療，嗰陣我哋台灣我哋洗腎嘅存活率啊，我哋幾乎啦，唔係世界T1都係T2，嗰陣我哋存活率，我哋存活率嗬T1瑞典啦，T2都台灣嚟啦，嘅北歐嘅國家，嗰陣我哋台灣為什麼講我哋洗腎人口多啊？因為我哋食藥，譬如我哋食品質好。
今年活的时间比一般人够久，比美国人、比欧洲人、比日本人都活够久。当然啦，俺哋有新的片入来，啊，俺哋去位片快乐的世界位，当然俺哋生存都慢慢上落嚟啊。哦，其實也唔係講俺哋台灣死啊唔好，啊，俺哋台灣照顧啊唔好。哦，啊，當然啦，講俺哋上頭我同俺哋民眾講啦，俺哋愛以防有一片，而家俺哋最大嘅目的啦，啊，真是唔會必定都愛世界位嘅，俺哋冇辦法同照顧啊佢嗬，盡量保護嘅生活品質同一般人相同。所以唐先生爱用讲，会知道其实是一个福音哎，因为泰卡会知道讲哇，台湾喜圣人好多，不过黑公先生爱用分析起来，其实是因为一个医疗品质很好，然后呢，大家又有健保，泰卡又健检，然后呢，很初期有肾脏的问题跟时节，泰卡就吃了，所以那个数学问题统计起来就会觉得哇，你这个台湾这个也会有问题给你轻抖，可是就是因为你早期发现，然后再加上因为医疗品质很好，估计你就得处理很久，对不对？变成快乐喜肾按你可以杠高，所以整个数字就提升了。所以你看到喜肾刚刚喜上共，喜肾的我们是全球排名第1、第2，因为还有一个是美国。但是你说我们这个品质很好，然后状态很好的，你看我们也是第2，因为 T1秒黑瑞典。所以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好的事情，要唔睇泰嘎子又觉得哦，我们台湾太多人听懂你的喜肾的问题哈。那希望你向前朋友了解，是因为台湾嘅医疗嘅品质走到以後，所以大家去檢查嘅時候會發現到哦，腎係咪有問題，有安樣嘅問題，會做啲初期嘅治療，會做啲走到以後。他又把以前給你們知道講，黑哥嘅 CEO 就要真的要賣田賣房子，能夠讓他無私，而且可以做得蠻好的。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如果說黑哥喜腎都得有按鈕嘅時間，就是到了很末期的時候，是不是歐洲國家或者是像美洲跟台灣這邊？我們在面臨在很後期的喜腎病人們都按鈣問題，是不是處理方式有一些不一樣？其實好多歐洲人、美國人嘅觀念哦，同我哋台灣人都是咪冇相同啦。佢哋嗰度老人家是講，老嘅真是讀到講一世有呢個時節啦。佢哋嗰度認為現在講唔會成日做安寧嘅，佢哋講啊唔係半夜機器人嚟談論啦。如果我哋台灣也我哋隨我哋台灣也發展到也其實慢慢接觸呢種嘅觀念嚟啦，也政府嘛一定要制定一個政策，很多8大非癌類嘅安寧咯，唔係講一天癌症樣可以做安寧咯，我哋講有8大類嗬，8大類包括講啊中風啦，講慢性嘅氣片啦嗬，帶動氧氣筒係啦，還有包括石油液嘛，算是8大非癌安寧嘅地步嘅。啊，的確嗬，像我即家片嘅地步呀，哦，有安尼對70歲、40到95歲嘅老阿媽哦，哇，40到95歲，25年，25年嘅哦，嗬，身體人嗬，唔過幾多92歲嘅時間，嗬，佢記得佢94歲嘅年，中風嘅。哦，其實中風嘅，慢慢細佢本佢中風嘅，其實佢當年都80、90歲，佢真是腦血管咧退化啦，佢也冇辦法啦。佢90歲嘅人病腦筋啦，病腦筋咧佢都變啦，佢都長期都臥床嘅啦，啊都靠住鼻胃管嘅啦，哦啊。變得佢1禮拜要學4、3擺嘅嘢，嗬，啊其他家屬嘛唔噴得講啊，嗬，老人家40萬他也要學，人哋講要嚟食藥要按辛苦啦，哦，嗰時人哋冇嚟討論講嗬，啊冇話人哋同喜腎人哋終止，哦，人終止喜腎，啊的確講啊，人哋終止喜腎哦，哎呀媽差唔多都2禮拜啦，2禮拜左右佢都過身嘅啦，哦，啊當然講佢哋過身前嘅時間啊，人哋藥已冇食，佢要食埋前後，包括講佢頭血要頭唔順來，哦，啊佢輸腳要被糾結。哦，唔過一種人都唔用可以處理啦，人哋本身係一些低劑量嘅嗎啡，哦，亦都用人哋疏解佢嘅舒緩佢嘅不舒服啦。哦，其實人哋對終止透析做安寧一條路啊，人哋台灣也蠻行嘅幾廿年嚟啦。哦，嗰時唔是講啊，嗬，唔只是面臨講唔可以食藥嘅。你都勇敢去食，真是多給你時間，多嘅時間啦，咁你慢慢遵守你嘅選擇，唔係講一同食下都奶叫啦，哦，真是講唔係變數嘅，你事情攏過去團路，唔係做嘅，嗬，唔怕人哋慢慢遵守嘅，人哋會協助行最後嘅團路。因為唯獨台灣有動到感應搞到誰繞，大家就會害怕，大家會恐慌，大家會覺得該一天動辛苦該事情。不過唐先生講感覺上比較安心，好安心，是不是？其實講，醫生有講嘛，就是莫講，現在說勇敢，他說勇敢與誰繞，他還是可以把生活過得很好，甚至走在狗的洞口。應該食到最尾，其實係講又好辛苦咧，你係做啲閒情，你要賺個死麼？就該個阿婆70歲食到95歲，聽起來感覺上很振奮人心誒，對不對？
到90岁系因为去真是变路径的，去吃到挺辛苦嘞。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其实？即便是洗肾，生活过得很好，还可以继续像三铁呀，很多很好的运动，他也走在继续做这件事情。冇唔錯哦，因為其實人哋有嗰度慢慢嗰度啦，少一般嘅後生嘅後生其實30、40歲都可以是石油嘅啦。30歲、30歲、40歲就開始30、40歲都可以是石油嘅，其實也冇辦法，也是佢哋免疫嘅問題啦。慢慢佢哋講佢哋我白是東西，我白是腳都唔咩，哦，佢哋以為你是紅斑性狼瘡啦，以為你是先天性嘅多囊腎嘅啦，一種遺傳下來啊，你不明原因免疫引起嘅啦，變得佢哋貴族佢哋也會都懷疑都可以是蛇啦。我看佢哋，可是佢哋個眼神地不一樣，像有嘢唔合理哦。其他的木柱啦、心臟啦、肝啦、數腳都係一定好。錯，希望當年講啊，唔同佢講唔係石油嘢，佢當年佢都以下嗰個情況，人哋都鼓勵佢啊，人哋用其他的代替唔嘅油嘢講咧，可是唔嘅其他嘅成分同一般人相同。哦，而且佢都有咧平年哦，35歲哦，35歲佢34歲發現有一平嘅哦，佢紅斑性狼瘡嘅，佢按照嗰紅斑性狼瘡引起嘅狼瘡性腎炎，佢哋用嘅所有嘅免疫治療嘅藥物嘅，藥物包括延緩你佢都。多30歲嘅人啦，佢相同會多年佢都會食油熱啦。如果用咁嘅食，佢嘛照樣上班拖假，將食佢嘛照樣來。佢頭擺佢家佢都歸後運動嘅人咯，而家嘛歸還到冇嚟講啊，醫生嗌佢是食油熱，係咩嗌所有嘅運動嚟用嘅病氣嘅啊，我講冇啦冇安尼嘅事啊，係講你都一禮拜你都3年過嚟同係正常食油，其他時間嘅做嘛佢攏做得。佢都繼續佢去完成佢人生清單咯，佢都跑嘅全馬拉松，佢去勇渡日月潭，佢嘛去白玉山，而嘛照樣出國了。哦，佢哋出有啲講，眼用嘢400幾，佢眼用就出國了，佢嘛照樣去日本、去印尼、去巴厘島，照樣出去了啊。其實人講佢真是遇到啊呢些事情嘅時候，人哋也都有幾好嘅配套措施啦，人哋盡量講啊，人哋也食藥嘅透析治療啊，盡量要維持你嘅生活嘅品質，唔好去影響到啊。哇，唐先生講是咪遲到去西然後冇按定影講嘅吼，所以勇敢去面對呢一件事情。不過等下咧，大家咧分享用因為保護機，用因為治療機，好，你大家先聊下，等下就嚟講。绕墙係類似劑量衝降易燃解，你講繞而扣解輔助型清心臟呢度節目地圖，你上堂節目有講到，其實係講真是嘛個眼睛哦去洗繞，大家唔是講就得當勇敢去面對呢件事情，因為你下度推翻解治療，其實係非常嘅發達，生發係就得講到非常嘅好啦，偏鬆易強壯。咁個上堂節目有講到依解，因為佢30歲就開始洗繞，洗到35歲，佢係就得出國去了，去日本也好啊，什麼去度假。我時常問一下，你講佢1個禮拜裡面要3次的洗油嘛，對不對？可是如果佢出國嘅時間就會1星期，那佢洗油要怎麼辦？也都講到好，該好教嘅地方啊。其實人洗油唔係講洗血的啦，一般人講洗油1禮拜洗3擺嘅啊，是講一堆血地俾洗出來啊。咁有兩種嘅洗法，一個都洗肚絲嘅，用水灌下肚絲就會再引流出來嘅。咁你洗肚絲嘅，然後其實都完全唔會受到嘅影響。你哋去環遊世界，去歐洲，去美國，去一陣嘢都嘛有藥水帶過去都好嘅。你藥水帶過去，你家己洗肚絲藥水帶過去，明日回去飯店咪去家洗肚絲，亦都唔會受到影響嘅。另外一個人講，他講人如果熟悉嘅都顯易透析，洗書記呢一種嘅，洗書記呢1禮拜洗3擺，都2日至3日，都洗1擺，洗4點鐘。太簡單，都唔講，我出國很容易啊，出國去日本最少嘛，都去5日啦，咁容易咯。都去日本洗都好啊。人講日本洗油嘅技術嘛佢學啲醫生護士嘅技術攏一定我講去日本很容易，其實台灣好多腎油協會啊，至少我去日本了嘅時候啊，佢哋也會協助講啊，安排講去動機，咁去動機咧來會洗，平日冇人哋咧門診入邊啊，不開啲轉診單，當然一門嘛嘅人攏寫好，容易洗。帶過日本嘅片，佢當年去日本嘅片洗，佢一層自費洗，一層自家出錢。嗱，嘅醫療收支貴啦，台灣咧最同健
保局在请款。哇哦，啊，当然讲请款唔係證明不給片的價錢啦，你本400嘅價錢是台灣的兩批啦。如果我哋台灣健保局補給副本啦，不走我哋台灣的價錢部分啦，啊，你都去甲負責的都係一差價啦。啊，我覺得這樣聽起來很安心誒，糖也輕安心誒，所以就是你去到日本去有了解時間，你就去到好像去喝咖啡有沒有？時間多誒，就反正行山我開轉診單，我就早上進去，然後就處理一下，然後就出來，然後下午就可以繼續玩了。係啊，我哪講人哋健康部是買個生魚片，是買個太床啊，乜前一啲人哋洗過槍啊，以前洗過澡啊，以前，更年人都洗過。青山很幽默，就是我昨天已經洗腎好了，在日本晚上就可以去吃生魚片、沙西米嘅黑暗油，就靠安心嘅感覺，係冇。我講人哋講人哋細嘢，我已經沙西米清涼模式啦，煮熟嘅東西個好啦。哦，原來黑暗油，哇！你看真係有貼到嘅東西做啲分享誒。唔過講到鴉片，同大家來講一下，到底腎臟嘅功能係乜嘢？我們先同大家來講，大家唔好驚，我們可以勇敢去面對，還是可以過很正常的省飯。做得去有料，還做得去歐洲，對不對？有太多的細節。不過我們基本簡單同大家再一次的衛教一下，到底腎臟的功能是什麼？我們看一下，第一個，泰卡都底液調整水分，這件事情算是第一個大家就會底給，對不對？還有其他的，什麼？係啊，係，因為人講啊，人哋藥物嘅功能啊，藥物人都用啲，藥物上嘅人係會啊，上嘅人背落嘅片，這邊背落哦，人哋嘅排骨啊，第四呢幾排骨同人哋龍骨嘅交叉嘅三角形嘅地方啊。也會都變個成個地位哩，啊，有容量，一定要差唔多咁，你一定拳頭態啦。我要數一下，1、2、3、4、5、6、7、8、9、10、11、12、12，然後你最後一期啦，最後一期都錯㗎，最後一期排骨啦。兩邊後面，在後面哦，係後背哦，不是這邊哦，是後面，從嘛？從後背係後背嚇，啊你後背有都成個片啦嚇，啊人哋差唔多一大粒嘛，都人哋喺市場看到嘅，人哋買嘅茶油其實主要一樣嚇。是像拳頭這樣嗎？比拳頭個體量是差唔多10公分左右啦。10公分，4公分，4公分到12公分左右哈，都按體量的。哦，咁人哋也會講，大家是講咧一般人啊，做乜嘢會講，人哋也會可以做埋個事情啊。咁你餓尿都靠也會啊。哦，人哋餓尿，哦，古時講啊，也會嘅體液咧講嚟講，調整水分，維持體液嘅平衡。哦，因為人哋每日要攝水，人哋一年人哋正常嘅一年攝水，人哋係用前多3000 cc 嘅水。人哋水剩嘅嘢，人哋冇。其實你有一天喝這麼多水嗎？該盡量啦，太多都唔用錢啦。人哋所以生意比人哋用什麼蒸發水分？人哋蒸發係啲水分啊，純水對你出來啊，對尿地會出來。哦，人哋愛排尿，排尿尿嘛，你就知錯位啊，也會嚟知錯位。哦，嗰陣如果人講啊，也會嗱係唔學腳俾狀況起來，面膜狀況起來，如果你甚至講係氣不透唔出來，水質一定氣泡地帶啊，嗰都也會唔好，也會。退化下來，啊變得佢尿嘅功能變過白，變過差，水都被解放起來啊！哈，嗰個調整水分、維持電解質平衡也係最重要嘅功能。第二呢，清除廢物、代謝藥物，哈，我哋藥物唔樣搶乜屙尿嚟哦，哦，我哋四面皮嗰度，我哋白花崗啊，我哋四面皮嗰度蛋白質，我哋卵白質，佢愛代謝下嚟嗰度代謝廢物啊，亦靠我哋藥物嚟處理嘅。哦，還有我哋喺適度有時間適度把個毒素解毒，解毒呀。馬可也會嚟解毒嘅，哦，啊，還有幾道叫佢從肝臟代謝、腎臟代謝，哈，嗰係佢第二個功能啊，都係清除廢物代謝。第三面呢，也佢講你嗰時候啲啊，製造同分泌荷爾蒙。完全不知道。哦，有幾道哈，對，啊，我哋也會啊，啲擺最著名嘅一個製造嘅荷爾蒙啊，我很多紅血球嘅生成素哈，紅血球生成素啦，啊，紅血球嘅生成素咧，我哋也會佢製造一種嘅荷爾蒙，一種嘅荷爾蒙佢會去促進人哋骨髓，都人哋嘅骨頭地位嘅骨髓啊，骨髓地位，佢會促進佢去製造紅血球出來。那喺講唔會壞血嘅唔好，佢冇辦法製造一種嘅荷爾蒙嘅時間，人哋都會受血，都會咳，都講皮血都會壓。嚇！原來係有影。係啊，天呢有嘅功能啊，佢係會很多製造維他命 D。哦，係啊，維他命人哋講到很多陽光維生素啦，人哋本日頭曬嘢日頭，人哋皮膚會製造維他命 D。可是維他命 D 佢要轉化成為活性嘅維他命 D， 一經過人哋嘅藥物，嚇，啊人哋藥用方佢轉化變成活性嘅維他命 D， 嗰陣藥物唔好啊，唔係受血係乜容易啊，唔係骨質疏鬆骨頭會唔好，哦，因為維他命 D 冇辦法製造出來啊。哇，我覺得公司才發現應該主持福利類，其實我們夠請到嘅欣賞，也請到嘅醫療嘅單元。不過我今天真的有學習到更多，因為泰卡就知道野味當然非常的重要，因為泰卡第一個直觀就是黑公你的腎不好，你要洗腎，然後你會跟尿液有關，你沒有辦法代謝。可是事實上，
你听行长按勇讲，它影响东西太多，贫血、骨质疏松、维他命 D， 因为还有对吧？因为荷尔蒙跟问题就会你可能会贫血，错吗？还有这个电解质酸碱度平衡，它会有维生素 D 就会有骨质疏松，所以这东西跟肾是环环相扣。对，所以其实原来身体的器官里边呀，也会同各个器官啊，都有一种很多交谈对话，也会影响到心脏嘛，会影响到肝，会影响到我们脑，因为拢系荷尔蒙交互的关系。其实也会含有一啲荷尔蒙啊，它就会常常忽略，佢会制造一种荷尔蒙有冇很多克罗索啦，都一种嘅东西，很多抗老激素啦。你看到也会偏，我觉得听起来很关键，抗老激素。可能佢都冇講到你看也會偏，你睇佢包括我食嘢嗰啲，皮膚嗰種個暗沉樣嘢啊，皮膚個粗糙啊。會有按佢嘅感覺。係你一啲抗老激素其實嘛係有一個之處所以其實睇佢講你會可以輕後上輕講，當然省發個都輕後嘛，跟飲食啊，大家都知道，因為回歸到最終太感就會生活要過得好，要正常飲食用誒。唔過太厲害有青銅影有沒有？因為醫美這類過山就是一些延緩老化，你講青春要給事情，其實腎要先顧好，因為裡面有抗老激素，其實就是變成它是環環相扣。剛剛醫生有講到一個很關鍵的詞，就是跟不同的器官交流對話。對不對？醫師就會按鈕你，其實它會影響到心臟，影響到肝，對。所以基本係講，可能係該呼吸來大家所以很好來照顧腎、心兩件事情，就是繞二兩件事情，不是只是說啊我怕洗腎，不是這樣子而已，因為它其實就是跟身體的各個部分都是交流對話。其實我覺得也唔係也會有按鈕給問題，因為如果你今天訪問的是肝膽腸胃科，或是你今天訪問的是心臟科，它就是互相的，影響來影響去的，就會按鈕你，也就會基本同大家來分享解，你講繞一解功能，如果大家是會想，哇，條繞一按重了，到底咁樣因為第佢係咪有乜解問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一些異常的警訊？這個看起來，我會覺得。好像一般般，有冇一般來講，泡泡尿，這個是以前當學生的時候，那個在課堂上健康教育嘅時間，醒上就會講到嘅。可是如果發現這個其實也不是絕對的標準，從我因為一種投影片其實都國民健康署底部啦，同大家你衛教嘅文章啊，唔過其實嚟講係冇，雖然我無差可以睇，唔過人哋一般的民眾啊。至少可以對於預防啊，在初步的情況底下，自己係咪可能有一些問題？老實說，一般民眾對不對？錯，唔可以誤點啊！佢講啊，泡水高貧血，合法都很多泡水高貧血，講緊泡水高貧血，係唔過嘢泡唔應該唔係咁泡啦，人哋講嘅泡泡尿，很多泡啦、氣泡啦，我乜人都氣泡啊！我尿我喺度嗰張人哋射身嘅時間，人哋去種嘅環境，泡，環境種啊，俾氣泡啊，係你都看到尿我喺咁樣馬桶俾氣泡嗰種嚟泡泡，有一層泡泡，很像那個肥皂的泡泡水，按嗰啲東西，錯冇？唔過看到就唔好一下都講啊！係咩有一片嘅啦？其實冇咁嚴重。我哋定義講嘅泡泡啦，泡泡尿其實泡泡尿會有蛋白質啊，有卵泡製成尿底，又會形成一個泡泡啦。正常你都會有細白泡泡，我看到泡泡都驚嘅，我哋一般講嘅真實嘅嗰個泡泡尿啊，其實有一片引起嘅啊。尿我喺個馬桶上冇撞水，但是不從看個泡被手係冇。這很關鍵，意思就是說你看到泡泡嘅時間，你不要一下就很緊張，你先不要沖水，先莫沖退，你等10分鐘過後再回過頭來看，你泡泡還在嗎？如果泡泡還在呢？咁可能都會有一片嘅。哇，所以你可能係歐陽生大家有啲觀察，還有乜嘅東西你特別嚟注意，先聊下，你等下再同你講。東方宇宙的繞牆女士伎倆，衝港藝人嘅親信上嚟到節目地圖啦，大家嚟講，哇，醫生，你應該要去錄 podcast， 因為你嘅子星太重要了。因為我覺得公共嘅時間同行常的大椎骨要吃到公感，就問講，黑公患者去到那邊看診的時候也會講到這麼細，他說當然，我就覺得哇，醫生真的很有耐心，因為一般來講，這真的是
患者的心情真的可以按用你真的有100个问题想，因为洗肾感觉上不是洗肾，对不起，也会跟问题感觉上是大事。好，所以给问题哇，时间真的很有限。最后我们跟大家讲一下泡泡药，但是还有像水肿、够血啊、贫血。觉得很累亚件事情你除了讲安尼，你要为气泡也唔要注意以外啦，包括讲啊吼，唔要叫要水肿啦、高血压啦、贫血啦，还有讲要过缺呀，也嘛拢要注意的吼。哪样药物唔好的时候，唔嘅尿屙唔出来，唔嘅水积在眼神底边，唔都要水肿，吼啊过来然后高血压，水分多的、盐分多的时间，唔嘅血压都要高放起来。啊，还有安尼头讲过的，药物冇办法制造红血球生成素的时间，唔都要欠血。你会贫血，哦，还有你贫血的时候，你都要感觉到过缺，哦，不算人讲嘅个针头哈，讲泡水果贫缺，哦，也点啊，大家你都可以注意下，你嘅方里边还有其中有2方以上啊，通过你肾脏科门诊，学人哋来推看一下，哦，啊，如果讲人哋包括讲我要被气泡的啦，慢慢讲严重嘅泡沫，比如像我头先讲，超过社会上嘅泡沫磨砂嘅，人哋影响很多有问题嘅。那我再提问一下，黑讲有按有给警讯。是不是也？如果真的是跟肾有关，颈硬绕而有关，是不是也算是蛮严重了？有可能吗？可能啊，因为其实人哋台湾吼，有时即讲啊，那迄有嗰度有冇去注意到自家身体嘅呀？有迄度枕头出现的时间啦，讲慢一时去看医生哦，那头体机会真是了有些多 T3期、T4期的药物片嘅，哦，人哋药物片状况有分种5期啦，人哋希望讲啊，有药物片人哋 T1期、T2期，人哋攞来生活嘅，哦，那迄嗰度人讲啊，各种状况起来哦，平时啊一定厉害来啊，大部分拢 T3期之后嘅啦，嗰时有迄度警讯出现的时节啦，通快来请医生，某一天请药一科啦，请加医科嘛，拢可以推行做诊断啦。所以申请加医科做到诊断，可能一个公用因长沟去到转扣性上改变一款哈。我刚才知道线上刚才有讲到像是贫血也好、高血压也好，我可不可以先帮乡亲朋友问一下好简单的问题？一般来讲，大家会知道黑公药有问题就唔敢使用嘅，因为大家会知道可以代谢跟问题，哇，大家就我吃药会影响肝肾啊，影响肾啊跟问题。不过后面有一种药，比如像糖尿病，我特别提出就是糖尿病还有三高这件事情，其实要特别注意。冇唔错，都其实人哋成讲吼，台湾人人哋食药物嘅病人啊，4倍食药物地步呀，有5个是糖尿病冇控制好引起嘅。你看这个很重要，我要特别强调，太赶快底哦，黑公你跟药物有问题，真的跟糖尿病有可能很有关系，什么？你以台湾人嘅族群来讲，4倍5个糖尿病，3倍是高血压冇控制好引起嘅。啊，存在量上，支持都免疫的问题、遗传的问题。好，你看三高没有控制好，引起糖尿病，对不对？只有2个可能是遗传。还按有个意思。所以俺讲，俺哋药物片有80，俺哋可以自家控制嘅。亦都係俺哋作為預防嘅嘢部分咧。嗰時俺都看到俺哋一種講啊，腎臟病咧較危險群啊。三高哪三高啊？高血壓、高血糖、高血油，吼，一3個啊控制到，啊控制落。如果可能嗰度中批哦，你講講啊，醫生啊，按度藥伊要送藥伊冇啊，高血壓要藥伊太大，高血糖啊伊太大。其實我要同人哋中批同人解釋講啊，唔好安尼想。其實人哋開保呢度血壓、血糖嘅藥伊啊。絕對都唔會送到嘅藥物嘅，但係嘅目的在於講啊，要同佢血壓、血糖，但係呢度控制好，呢度東西控制好，也唔會送到嘅藥物。記得血糖也會送到嘅藥物，血壓冇控制好，嘅腎臟會硬化會硬下，呢度真係也會送到嘅藥物。所以，我哋要回頭到根源，藥物唔會整送是醫生開也唔會開藥物。你剛好看到我眉頭深鎖嗎？我真的是眉頭剛聽到。好像上課鬆口鬆輕輕的眉頭深鎖，所以其實所以簡單來講，大家冇想到，解到肉嘅唔會傷害你嘅肉嘅。其實簡單來講係講，你冇是解到肉嘅，你嘅高血油冇控制好，電動來傷害你的腎，就是這樣。哇！可是老人家還會吃到很多有的沒的藥。其實人哋冇同老人家講啦，真是買個藥物要去送到嘅藥物啊，什麼止痛藥物啦。止痛藥嘅，你現在去使用我嘛，喺同嘅天台入播嘅同嘅止痛藥嘅。對。佢知道啊，包括講人喺日本，人台灣人喺日本，佢喺買緊日本嗰有名嘅藥嘅啊，甚至係一門咧，買過嚟台灣食。試講試疼啊，痛快好啊，其實嗰條藥佢全部都冇送藥嘅啦。會還是不會？冇去送到藥嘅。
哦，真是讲，微松尤其止痛药，还有另外很多化疗药，那个帮癌症做个化学治疗的啦。那个是没办法，不过个冇法度。啲冇法度啊，我止痛药嘅人可以控制啊。啊，其實人哋買嗰度止痛藥嘅唔可以送到藥位啦，人哋底下最安全其實都係普拿疼啦。其實唔除了普拿疼，那個比較不會。誒，普拿疼唔可以送到藥位，係送乾啦，唔可以送藥位啦。誒，啊，唔好普拿疼已經冇試抽過西藥，基本上唔可以送到。你說視力嗎？冇抽過西藥。唔好抽過西藥是什麼時間？你不可能是1個月嘛？你一年以內啦，一年以內唔好試抽過西藥啦，嘛都唔可以送到嘅藥位啦，唔係送到嘅乾啦。哦，嗰時人哋冇唔聽人講啊。我怎麼覺得很想把筆記本拿出來開始抄筆記，按有啲感覺。係啊，嗰時人講老人家講啊，唔記得3個嘅藥費啊，唔可以送藥費，是固嘅藥費嘅，咁樣一同老人家，係一同佢哋糾正一下。哦，啊人講高風險嘛嘅老人家，哦，因為人哋你唔可以落藥費嘛，為落你的80歲藥費冇可能同你20歲相同，會慢慢的退化。嗰陣老人家食東西要該小心嚇，天台部位、天使部位唔好學別買。哦啊，然後人講啊，你連沙部嘅乜嘅補藥丸嘅，食得對藥費該學補藥嘅呀。補藥丸。補藥丸嘅用下嗰套。OK。啊，還有講通黃啦，嗬，通黃嘅點啊，像通黃，因為通黃會產生人講啊，如果尿酸啊，尿酸太高，會產生尿酸的結石。來舉手。可是因為通黃嘅時間有輕度嘅，因為會吃藥，通黃也有用嘅。有啊，其實人哋那個藥可以吃吧？哦，可以，應該寫嚟講，如果人哋通黃，都係因為高尿酸引起嘅。對。加人哋嘅源頭要控制嘅尿酸量錯，但控制嘅尿酸人哋有供尿酸嘅藥，幾好嘅藥嘢，人哋有幾好一定控制好尿酸嘅藥嘢。供尿酸嘅藥嘢唔可以送到嘅藥嘢，唔係同嘅尿酸供大，唔係通黃都講唔會發作。啊，真是通黃發作嘅時間，因為是有嘅，你都只有是止痛藥呀，止痛藥嘅同秋水仙啦，可是大部分嘅止痛藥你都冇送藥嘅。哦，啊，唔過呢種嘅東西如果本醫生嚟衡量啦，你真正痛啊，你發燒嘅腳趾頭總安胎。人都搶使用低劑量的止痛藥，先讓你度過這一關。因為很痛。對，真是一定痛。可是人哋拍到黃花啦，人用類固醇，類固醇唔會送藥位啊。人類固醇搭配秋水仙素，通過嘛佢同壓下來啊。類固醇唔會啊，類固醇佢用嚟治療藥一瓶啊。OK， 是不是要做筆記？黑貓，我們講一下北鹽呢？北鹽。北鹽冇啊，北鹽真是唔會送藥位啊。好啊，其實人講。什麼？你的意思講用北鹽呢會傷？我跟你講啊，鳳夢案都心傷哦。每一個醫生心中偏給心傷，就會說，我跟你講，抽煙會影響心臟。我說啊，就是每個，我發現抽煙真的會影響輕度。輕度啦，其實你北鹽不是只是肺而已哦。北鹽你個眼神全部都我快強啦。哦，個眼神都快強啦，反正北鹽啦，送心送肝送藥啦，送心送肝送藥。係啊，因為人哋嘅眼底不有重金屬啊，啊最主要很多鉻啦，鉻也得重金屬啦，眼北度嘅啊，這個鉻都累積在你嘅眼位底部呀，啊以為都會壞啦。電子煙呢？嚇，電子煙嘛相同啊，因為北鹽啊北部本該混呢個，北本該送。跟大家講這個，相當要啊，幾多東西幾多我要啊，按你北鹽有冇送啊？我舉手問一下，個心臟在醫院裡面是不是大部分跟心臟比例很高都不會北鹽？大部分都唔會北鹽。因為心臟知道北鹽的影響很大。大部分都唔會啦，當然人係要手術嘅醫生啊，手術嘅年紀過大嘅，係要北鹽嘅關係啦。唔過見係北鹽都頭北啊，唔好半片影響到啦。免得沒有辦法說服病人按有些感覺。好，那這個家族史可以理解啦，因為這就是遺傳。對。節目最後，我要趕快同大家來講大家你點啊？福氣便利貼其實要下嘅有嘅嘅片還是有新藥，對不對？錯啊，蠻不錯的。嗰時講人哋講藥味片，人哋吃藥，人哋3個一層控制論啦。控制論嚟講，藥味限制變化咯，跟人哋用嘅呀。其實他講嘅嘛唔三比講啦，人哋喺幾多新嘅藥，有2、3年幾多新嘅藥佢出來啊。第一咧，人哋很多鈉離子、葡萄糖。受體阻斷器，吼，一種好長嘅藥名。其實一種本來一種控制糖尿病嘅藥嚟啦。很多關鍵到人哋用一種控制嘅糖尿病嘅一種嘅藥啊，可以本末期腎病發生嘅機會高達40%。哦，也是這麼多，40%，假如講40%，哇，哦，也支持到跨時代發現啦。其實人哋也支持幾多個好用嘅，還有包括講人哋也嘛含有很多尿毒素吸附劑啦，人哋都是加適合去，一藥嘅直接對嘅腸胃底部去同嘅尿道直接同吸收，對屍體部嘔出來。
哦，这么厉害，有很多肠内洗色，可能也嘛有一种的药剂啊，包括讲可能嘛有朱砂药剂啊，朱砂很多升糖素受体促进剂的这种药剂，一种药剂嘛可以帮西药的机会，这讲大10%到20%。所以其实人哋也是呢用伊拢引出来，或者他讲你们是鼻管，人哋预防药一片主要的，讲适当时期该注意3个控制位吼，3个只是控制完的恶化，人哋还有几多药一层一层药同加上去，吼，人哋要控制了路冇本事药。今日唐先生呢，因为上节目了，大家咧分享就突然起到性侵变得好好，因为按闭管，什么事要起到讲，系讲其实稍微有问题，那唔得调。电影假，不过最重要嘅事情，还有到肾法过后总得醒然，到身体过后食好、睡好、骨好，哎，有时总是做好照顾你嘅身体啦。好，今日非常感谢现场来到节目地图，好，听日下来咧做控制嘅事情，大家都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记得去到你嘅免书咧听站哦，还有听日客家电视嘅 YouTube 频道，也记得留2支影片分享出去哦。